术水个好，各种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先来讲一句无拍字的，无拍伫遮。咱中部海口有真侪庄头，人咧骂囡仔，讲你甲行业过蔡坑，正经的，各种讲到遮，真侪老爸就知啊。啊，蔡坑是安尼行业，人会安尼比拼。煞毋知影晚清时代出名海贼王蔡坑，毋过佮较行业、佮摇摆、佮较车赢，蔡坑真正青惨一摆，就是伫咧浙江的外海，去互人假死拉里当到遐。即句俗语话，顶句接下句，这算立起来话。拉里咧假死，拉里咱知啦。那伊即马少年家用华语翻过来的言辞，就是穿山甲。但遐伫咧当到遐，因为拉里关到遐哩。蔡坑一只船驶过尔，才会部长规定安尼经过浙江的外海，人已经踮遐咧等等伊啊。是谁？晚清时代台湾人武将做甲上大，家己出身的王德禄，带所有遮清廷的水军，因为因早就知影讲海贼王蔡坑，你若无佮甲收持起来，无趁即边甲掠起来，毋知要伫海面上，佮甲偌济生理人酷刑。迄阵若船只借路经过，若无插伊蔡坑的旗仔啦，你着爱金银珠宝摊出来进贡，无伊会甲你掠去刑役，毋则讲较刑役过蔡坑哩。但一声蔡坑亲像啥？你敢知？亲像顶挂的狗遐咯，顶挂的狗遐，你要去倒位扫？进无路，摕无步嘛。那么吼，顶挂卡落去吼，火会甲你点落，甲你吓落，你狗遐一命就乌好啦。但一声蔡坑决心，讲好无要紧，我甲伊拼。大炮举出来弄到尾啊，已经无半门啊，弄完啊。蔡坑讲，连过去咱共抢的这金银，拢总样样的做炮子弹出去。所以俗语话一句，讲做蔡坑摕钱靠水批。啊，搁另外一句讲安那，你敢知？讲蔡坑做炮弹家己，是安那做做炮弹家己？因为俗语搁另外一句讲，野工烧入狗下收。就是吼，头拄啊，国正咧讲，那拉里管狗遐，狗遐就管野工。但即马野工烧入狗遐收咯，已经自吹死路咯。所以剑界已经弹尽援绝，已经连一兵一卒都无，剩最后一门炮。蔡坑甲完这门炮，弹家己结束家己的生命。一大段棋，蔡坑的故事，蔡坑的经过，国正嘛是用拉里用狗遐做俗语的比拼，甲你探讨。